城墙向内歪斜必顺，涂骹落落至少1.5公尺。台南市坐港好好，除了饮水灾情，连古迹嘛受影响。位伫咧中西区树林街的南门大城环，到今已经有237档历史，是目前保留上完整的城墙，奉列做固定3期古迹，嘛是台南女中的围墙之一。算是天然的围墙嘛，第一个。那第二个是在学校的一些教学，可以比较融入这个过去的一些历史文化，可以直接带入，然后让学生可以实际上可以看到说，这个围墙在过去是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。6号文化部文资局以及台南市文资处接到通报，第一时间揪起封锁线，提醒民众经过时阵要注意安全。7号马上邀集专家学者甲相关单位会勘，初步决定先进行加固的动作，预计后礼拜修复，避免灾损扩大。城墙是属于还是有土方，那因为强力的冲刷，土方有流失嘛，所以导致那个城墙有倾斜的情况，这个是主要的成因呐。那因为这次的降雨的时雨量也好，跟期间其实是罕见的。那以往一般的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城墙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这是一个蛮特殊的个案。其实距离顶届城墙修复已经有35档，台南市文资处后续将请台南女中赶紧启动采杠程序，同时配合文化部文资局提供技术资源加补助申请协助，确保古迹保存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